意思啦吼。咱来吟350首，第1节甲第2节2解，然后是第9首。第9首咱嘛是吟第1节甲第2节2解吼。350首。我若兄弟在下。
阮的阿爸爸上帝，你的宝座降落来，阮要对你来吟唱，我要对你来学乐，阮用阮的心、阮的喙来大声学乐敬拜你。主啊，求你来欢喜阮的敬拜，嘛求你开阮的耳孔来听你要对阮讲的信息，互阮的心会使搁一摆来破喉空，互你满满的信息甲你的祝福入来。求你祝福，求你甲阮伫咧，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耶和华啊，我捌求叫你，求你紧紧临到我。我求叫你的时，愿你按耳孔听我的声，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伫你的面前，愿我的夜起手亲像下昏时的祭司。来，请咱起立，同齐来吟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真欢喜。走走，你的爱，他们。
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用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愿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煞接用许多圣经来做信仰告白。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空，罪赦免，用体给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请咱掀开圣经后壁启应文第11篇，就是诗篇第32篇。伫圣诗后壁的1017页，启应文11篇，咱3甲来启应。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搁心无奸诈。我若恬恬毋认罪，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如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只是请咱仔头来祈祷，请阮人民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即个混乱惊吓疫情中，保守阮台湾的百姓，会当互相体谅、互相配合，安然徛起伫即块主所祝福的土地。维持着日常的生活，等阮会当顺利转来到圣殿内恢复敬拜。兄弟姊妹，搁一摆三甲日主的第二内学乐敬拜，享受主你所赐的平安甲喜乐。愿满心感谢学乐你。伫顶礼拜，阮主日学的夏令营活动已经顺利来结束，通过侪的青少年、老师奉献因的时间来计划设计。甲陪伴囡仔5天的营会，用各种的活动来教导阮主日学的学生明白祈祷的功课，互因无论伫信仰、伫课业、伫生活、伫任何的境遇，拢会当时时来祈祷、谦卑、顺服，我靠上帝的气力，也透过圣经的抄写，互上帝的话刻掉伫因的心上。当阮煞接各团体活动，在艺班、长青乐活，也要渐渐来筹备开始。虽然伫世界逐个国家，还阁有侪的病情，互人的心袂当平静。恳求主，你保守阮，所有的活动拢有你的同在、你的祝福甲固守。阮常时也要为着遐甘心欢喜奉献因家己，
来互主用的兄弟姊妹献上阮感恩的祈祷。伫这成功跑走的路上，求你甲因伫地，使因有气力、有能力、有智慧，因为阮知，阮是受你拣选来敬拜你的。虽然阮袂堪得，但是愿阮所做的工，拢是要为着荣耀归伫你。即时，无事无师娘也已经平安顺利返来到阮台湾。伫隔离的期间，求主由你有缘保守因一切顺利平安，互因早一日甲阮为着南门的福音事工来拍拼。阮还阁有侪身体欠安，无方便到教会来敬拜你的长辈时代，恳求主你的圣手保守因的身躯，一日一日恢复健康，有勇健的骹骨来到圣殿中，甲阮做伙敬拜，出大声来学乐你。阮也将因的心灵交托伫你，无论伫什物境遇，总是日日会当喜乐，靠主来得胜。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咱请雅音合唱团来学乐。今仔日因要唱的歌是唱我伫你圣殿内。
即是咱请掀开圣经，圣经尼希米第1章第4节甲11节，伫圣经的第515页。圣经尼希米第1章第4节甲11节。我来读。我听见这话，就坐伫天口悲哀骨仔日，紧接祈祷伫天顶的上帝的面前，讲：天顶的上帝，耶和华至大通行为的上帝啊！守约行人来，伫听恁尊叹恁的诫命的，我今日求你。愿你耳孔听，目睭看，听你的奴仆即碟日暝为着你的奴仆以色列人来祈祷，伫你的面前。等一下，为你种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承认阮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甲我爸家拢犯了罪，阮向恁所行的非常败坏，无有遵守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讲：恁若犯罪，我就甲恁分散伫万民中；但恁若归向我，遵守我的诫命，恁被赶散的人虽然伫天涯，我也要对遐将因调集转来，带我所竞选入为我名徛所的地方。因是恁的仆人，甲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甲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奴仆的祈祷，听敬畏你名仆人的祈祷，互你的仆人今日行通，伫即人面前蒙恩。以上，即是咱甲下面的时间交张牧师，伊今仔的讲题是尼希米天口的祈祷。咱搁再一摆三角来祈祷，慈悲听人的天父。阮感谢你，伫礼拜日的清早起，伫你的圣殿来聚集，阮领受你满满丰盛的恩典。主，阮恳求你，互阮一礼拜来，阮所有的重担，伫你的面前，就互阮用来全部来拄起。因为你的话语要互阮重新来得到快乐。主，你的神教阮3个点。互阮对你的话语内底，搁看到真光。今仔日，阮也要照着尼希米来，互阮搁再一遍来学习祈祷。主照着祈祷，阮来支取对你天顶来的快乐。主，阮恳求你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为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来看尼希米天口的一个祈祷。尼希米是一个伫即个波斯苏珊的即个城市王宫内底的一个州政纠正即部是咧创啥？就是讲，当国王咧食物件进前，即个州政就爱先替国王来试食的食物，看有毒无所以纠正即位呢是国王足器重、足信任的一个即位。当即个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城被毁掉的即个消息，规个城墙被即个破坏，伊心内就一个真强烈的一个负担，伊要转去来重建即个耶路撒冷的即个围墙。这是一个无可能的任务啦，因为当时是波斯来统治即个耶路撒冷即个所在。面对即个负担，尼希米要安怎来做呢？咱看到
尼米，互咱一个真好的一个模范，就是讲，伊面对着伊的困难的时阵，面对着迄个无可能的代志的时阵，伊第一个行动是安怎？伊开始坐落来，伫上帝的面前来敬食、来祈求、来祈祷，祈祷上帝来开始一连串无可能的一个任务。因为伊清清知影，借着祈祷，应甲天顶的资源、上帝的气力来带到即个地上，带到伊的心上。祈祷会用互规个局势来变化。有人讲，若无即个祈祷，就无尼希米。所以，即个祈祷持续偌久？4个月的时间啊！所以看到尼希米，伊互咱值得咱学习的是，尼希米一个祈祷的人，透过祈祷，果然上帝行真大的神迹，互即个重建即个为耶路撒冷围墙的即个代志，52天内底就来完成啦。所以咱看到尼希米内底，尼希米规本册吼。因讲足侪祈祷的，有人讲9个祈祷，有人讲13个祈祷，不管，反正尼希米要做任何代志的进前，伊就安那，伊就来开始来祈祷。其实祈祷也是咱规本圣经真重要的一个主题。任何一个互上帝大大来使用的一个萝卜的一个器具，因拢是一个祈祷的人，借着祈祷。因来领受上帝真大的、真特别的气力，甲天顶的祝福，甲稳定。咱今仔日要来对尼希米这段的圣经，咱要来学习尼希米是安怎来祈祷。将来伊的祈祷，上帝会来应验伊的祈祷。第一个尼希米，咱能看到，伊是一个对上帝有真深认捌的人。咱今仔日要来看即个祷告的教授到底是安怎来祈祷。咱大先，咱要来看即个尼希米伊祈祷的一个基础。伊第一个讲啥？伫第5节讲，天顶的上帝耶和华至大通行位的上帝啊。所以尼希米祈祷的一个第一个基础，就是伊的上帝。是至大通行位的一个上帝。尼希米为虾米拄着遮个困难的时阵，伊就跪落来，伊开始来上帝祈祷，因为伊知只有上帝会用来解决伊的问题。若无上帝参与伫即个计划内底，迄个任务是无可能来完成的。所以尼希米的上帝是至大通行位的上帝。因为伊至大，因为上帝是安那，是行奇事的上帝，所以伊就开始来上帝祈祷。所以有当时咱看到，咱对上帝的信心有偌济，咱的祈祷就到啥物程度啊？咱就应甲上帝求讨的是啥物啊？所以尼希米的上帝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所以，伊甲即个重建即个耶路撒冷围墙的即个工作，都来来仰望上帝。其实，伫新约内底，咱作熟的一个人物，巴底麦。巴底麦是一个生来就痴迷的人，就开始伫伊咧做啥物工作？伊是乞食。当耶稣来经过伊的边仔的时阵，耶稣甲问讲：你爱我替你做啥物？这是耶稣定定问咱的问题。即摆是一个乞食，伊检查因甲上帝、甲耶稣基督讨啥？你互我一顿饭通食，你互我一寡钱，互我会甲我身躯遮个垃圾的衫会用买一寡新衫，互我用会用来穿。检查伊用来讨食。毋过咱看到巴底麦对即个耶稣的信心是安那？我要得到看见。所以咱对耶稣，咱的信心有偌大，咱所求的就有偌大。咱伫即个民数记内底，咱看到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阵，即个
以色列人食玛纳食了伤久做野生的，食无味无爽，吼，伊就安那甲上帝讨啥？我要食肉，吼，要食肉，要呾啥？毋过上帝呢，应允因即项代志，吼，所以伫民数记11章的21节到23节，伊就即个上帝就甲摩西讲，我要互以色列百姓拢用食着肉。摩西就讲，遮个甲我店的百姓，安那大人有60万人啦，假查甫都60万人，佫无包括遐个妇人人，也无包括遐个囡仔。我要互因食肉，互因通食偌久？食1个月啦。摩西讲，阮老伫旷野也无饲羊也无饲牛吼，要安怎互因食1个月？敢有够额？耶和华对即个摩西讲啥？耶和华的手检视底嘛，但你要看见我的话对你应验无？咱常常是安尼，咱想讲上帝无可能所以咱无爱甲上帝求所以咱拄着困难的时阵，上帝，你的手伤底啦，你剩袂到我的困难的性命内底啦。咱常常是安尼想，所以咱毋敢甲上帝求，咱心内底的上帝伤细啦。咱若参像巴丁仔共款，咱无甲上帝求讲，我要爱因看见。咱甲上帝求的是啥？你互我一顿他食就好安尼咱的信心就伤细。咱的上帝都毋是至大通行为的一个上帝。尼尾第一个上帝来祈祷，就是因为伊相信伊的上帝是至大通行为的上帝。所以有当时咱的祈祷，咱的上帝叫咱祈祷了伤细啦，较大咧，较大咧。第二个。咱的上帝是安怎？守约行仁爱的上帝。共款伫第5节，伊讲啥？守约行仁爱，伫听伊遵探伊的诫命的兄弟姊妹，有当时咱安怎祈祷，是建立伫咱对上帝的认捌，甲对上帝的经历的面顶。咱祈祷的结果，嘛是根据咱对上帝的认捌甲想法。即句话安尼。所有可怜的我举一个例我再举即个龙主的故事即个龙主的故事，一个老爸有2个囝，细汉囝是啥？龙主，伊甲因老爸的财产分了，就开始去放荡，走投无路的时候，佮转来因老爸来求救。因老爸看到伊无敢骂呢，无敢赶走。颠倒为伊来排泄足丰盛的一个印象。即个大囝看足生气，伊对老爸讲啥？伊对老爸讲：你看，我服侍你遐侪年，拢袂捌违逆你的命令，你也毋捌互我一个圆碗，一只圆碗，通甲我的，通互我甲我的朋友相甲欢喜。即句话足酸的，即句话是大囝对上帝对伊老爸的认捌。伊的老爸是一个足当生的上帝的老爸，伊的老爸是一个足刻薄的老爸，伊的老爸是足歹一个老爸。我甲你服侍到遐尼侪年，我无亲像即个我的弟弟共款，分你的财产出去，甲你的财产开了，才搁转来。毋过咧，你连一个圆碗都无互我，通互我欢喜啦！你想？所以，伊认为伊的老爸是即款的老爸，伊有甲伊的老爸求无？无啦，无求啦。咱想看觅，伊若甲伊的老爸求，讲你互我一只圆碗，因老爸会互伊无？会啦，照着老爸对即个龙主的即个态度，绝对互伊的啦。遐尼认真要来，可能无互伊。毋过，即个大囝对上帝的认捌，就是你足酷的啦，你足当生的啦。你做一个足歹、足严格的一个老爸，所以伊毋敢来向伊的老爸来讨一只圆碗，做甲要死，拢毋敢来讨。咱来看即个细汉囝完全无共款。细汉囝对老爸讲：“老爸啊，
将我应该分的财产互我。你看有够袂见识无？有够厚面皮无？倒一个财产一角人是伊的，你甲伊老爸讲，我会啊，我分落我。哦，你看即个囝，毋过即个囝，即个细汉囝，阁有一个足安那，足伊的相信，伊相信啥？我可安怎歹？你嘛是我的老爸。我做毋着代志的时阵，我只要愿意，我转来，我反悔，我跪落伫老爸的面前来认罪的时阵，我的老爸是听我的，我的老爸绝对会安那，会来接纳我。所以伊有即个对上帝的认捌，所以伊才敢转去嘛，对无？伊若甲即个大囝共款，啊，我的老爸是一个足严格的老爸，啊，我转去绝对去互讲死的，伊敢转去无？绝对毋敢。所以，即个细汉囝，即个浪子对伊的老爸的认捌是啥？伊是一个慈爱的老爸，伊是愿意来接纳我所有过的毋对的一个老爸。所以，圣经内底遮的经载伊讲啊，伊的老爸看见伊就安那就怜悯伊啦。果然，即个老爸。照着即个囡仔，即个浪子所相信的，啊那看到伊就出来，啊甲揽落，啊甲亲，佮并且为伊来拜谢恩谢。今日咱真侪基督徒对咱的上帝无参像即个浪子的信心啦，这是来提醒咱的。虽讲咱毋通学伊的放荡，毋通学伊安尼黑白来，毋过伊有一个足，伊的信心是值得咱来学习的。这嘛是咱祈祷的时阵，咱来学习的一个信心。咱有一个信心，就是你是我老爸，你是听我的，无管我是啥物人，你拢会来接受我。所以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毋通像做大囝咧，足无大方的对咱的上帝，啊那真惊吓！我无相信讲你会互我食的物件，连一只羊仔我都无相信讲你会互我。真侪基督徒是安尼，你想讲。啊，我也无偌虔诚啊，奉献嘛无偌济，啊，主日礼拜阁无正常，啊，我祈祷可能上帝袂听，所以毋敢甲上帝祈祷啦，毋敢甲上帝求讨啦，这是咱真大的问题。只要是囝对老爸来开喙，都无迄个惊吓。敢讲恁囝伫厝要开一个朋友，都爱甲你申请，爸爸用开幕来写申请书安尼，迄毋是囝。迄叫做故宫，迄叫做奴隶，迄圣经是安尼。只要是囝来到上帝面前，免惊。咱有一个相信，一个确信，上帝是听咱，上帝是稳定的。所以怜悯认捌上帝是即个特质，伊是主爱，并且伊袂改变，所以伊甲向上帝来求讨。过来，伊是听祈祷的一个上帝。尼米讲，伊毋但是伟大，并且伊上重要是，伊是听祈祷的上帝。伊讲啥？愿你耳孔来听，目睭来看，听你的奴仆啊，即粒啊，人民为你的奴仆以色列人来祈祷，伫你面前的祈祷。这是伫第6节。啊，弟姊妹，上帝较安怎伟大，依然是一个听咱祈祷的上帝，安尼就甲咱完全无关系。毋过，咱的上帝毋是安尼，咱的上帝是听咱祈祷的上帝。所以，伫出埃及记，当咱若发现讲，上帝要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伊甲摩西讲啥？伊讲哦，耶和华讲，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啊，因为着。因的独工的来后叫，我已经听见啊，我知影因的痛苦。上帝是一个听见、看见咱的需要、咱的痛苦的上帝。当伊来看到、来听见的时阵，伊毋是来伸手伫遐来看，伊是安那，伊会差遣，伊会有作为。所以呢，伫顶礼拜我无讲，即个约翰卫斯理。伊一个大神学家，伊咧研究圣经的时阵，伊讲啥？伊讲上帝无做任何代志，除了来答复咱的祈祷了以外，所以咱爱向上帝来求。咱若无求，咱要知影上帝要安怎回应。所以尼米伊祈祷的基础，第一个是啥？是至大通行为的上帝，伊是大亏力的，
第二个，伊的上帝是慈爱上帝，无管安怎，伊拢会来接纳伊，因为伊是上帝的囝儿。第三，就是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再来，咱要祈祷的时候，咱祈祷啥？第一个，咱爱处理咱的罪的问题。尼米祈祷的内容，尼米知影讲上帝要听伊的祈祷，有一项代志绝对爱先处理，就是啥？以色列人罪的问题。真侪人咧祈祷，上帝无听，是因为罪无处理，得甲罪来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伫罗马书的第8章17到8节讲，因为咱肉体的意向是对敌上帝，因为伊无降服上帝的律法，也袂为即个降服，都点伫肉体，袂为互上帝来欢喜。这就咧讲啥？体贴肉体，就是甲上帝啥做对敌啦。点伫肉体的人，袂使得到上帝的欢喜。兄弟姊妹，咱若诚做上帝的对敌，我问，安尼咱期待上帝可以听咱的祈祷嘛？所以真侪人做无去处理，一直咧怪上帝，谁人你袂听我的祈祷，结果家己的罪拢无来处理。诗篇66篇18节嘛，讲啊诚清楚。我内心若注重罪恶，主的确无要听。所以罪若无处理，咱的祈祷，上帝的祝福定定就安那，就去主动就伫遐踢。比如讲，一个人真挑剔，讲话嫌东嫌西，足爱讲人的闲话，尖酸刻薄，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互我有一个即好的人际关系，互即个我甲上帝，上帝甲人听我的心，一日比一日搁较加甜。即款祈祷人会听。一个人生活无节制，大吃大喝，抽烟酗酒，然后呢，甲上帝祈祷，求你使我健康的身体。一面食薰，一面食薰讲，上帝啊，因为你担当你担当刑罚，我就得到平安。你受鞭拍，我就得到医治，就哪搁食薰？毋爱上帝互伊赐予伊健康，上帝是即款上帝嘛？安尼上帝敢毋是帮助伊做歹嘛？所以每一次咧祈祷的进程，先处理啥？咱的罪的问题。以色列人被掠去外邦，整个以色列国家来灭亡。即个奉掠即个代志，伫属灵的意思内底，就是人已经离开上帝的旨意，人离开上帝计划，人离开上帝为伊所备办的所在啦。所以尼米非常的清楚，因为以色列人来违背上帝，因为因的罪来违背着上帝旨意、上帝的计划，直到上帝只好安那来灭亡迄个国家。互伊安那离开上帝为因备办的所在，所以尼米非常的清楚。咱每一个人，咱嘛知，上帝一开始为咱人类所备办的是啥？爱殿乐园啊！上帝甲咱放伫遐足水的啊！因为人的罪，互咱安那违背上帝，上帝带入，甲咱赶出即个爱殿乐园，咱就离开上帝所要为咱备办迄个足水的所在，所以。咱爱先认罪，咱若要转去爱先认罪。尼米伫第六节讲咱爱伊要认以色列人的罪，就是阮所得罪你的，我甲我的老爸的罪，会加拢有罪啊。浪子的老爸足丰盛的，足有钱的，伊的老爸嘛听伊，愿意来攻击即个浪子所有的一切，嘛愿意原谅伊。有一个条件，就是安那。浪子必须爱安那，转去因兜啊，才领受因老爸的丰盛。要转去进前，爱安那，绝对爱心来反悔，来悔改，降服伫即个上帝面前。尼米的即个祈祷，因讲100%，都是因为伊注重罪的问题。罪若无处理，咱的祈祷会高效。大来安那来打折啦。再来，咱来靠着上帝应允来求即个上帝来应验。咱祈祷的时阵，咱要安怎？啥物是咱的根据？咱来看尼米伫第8节，伊讲啥？求你纪念所犯有你
罗卜摩西的话，伊即句话是啥物意思？求你纪念上帝啊，求你来想起来你所讲过的话啦。所以咱每一次即个祈祷的时阵，上有气力的祈祷是安那？就是祈祷的时阵，甲上帝的应允提出来祈祷，即个上好。因为上帝家己讲的话，伊家己袂使无承认。圣经内底有真侪应允的经文，咱拢会摕出来祈祷。哦，咱祈祷的时阵，咱会定定摕即个，咱若袂晓祈祷，咱应甲圣经摕出来。即阵佫有一款版本叫做祈祷应许本的即个圣经，伊甲祈祷的部分，咱来用一个色，哦，咱红色的，应许的部分用蓝色的，安尼甲标示出来。有当时咱用去看即款的圣经，吼，会帮助咱。要安怎来上帝祈祷？所以呢，伊遮来第8甲第9节，伊就讲啥？阮愿意来悔改啊，上帝啊，你爱会记你摩西所讲的即个应允。当阮反悔的时阵，你要来赦免阮；当阮反悔的时阵，你要搁来带阮转去到你所安那为阮备办的迄个应允的所在。上帝讲过的话，绝对安那，伊绝对接受，伊绝对不落空啦。哦，所以咱咧祈祷的时阵，咱用上帝的应允来祈祷。咱即边咱的儿童的即个生活呀，吼，咱的主题就是让孩子爱上祷告。咱其中有足侪，咱就是你内面咱来咧看即个成果展的时阵，吼，咱看到遮个囡仔。有的是归来写即个抄圣经，有的是足认真咧看，念入来看这因的即个态度，对上帝话语的即个态度，然后用即个上帝话语来成做因迄一天因的祈祷。哦，比如讲伊迄天需要勇气，咱就甲需要勇气的即个经文拢互伊，伊就开始用遐祈祷，互即个囡仔对细汉就来安那。掠掉上帝的应允，用上帝应允来祈祷，互因来经历到迄祈祷的快乐是安那是偌大。最后我要用即个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即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是足好的一个祈祷。我来用即段来经做咱的结束。伫路加22章的42节，伊讲啦，耶稣讲：爸啊，你若肯。就将即个杯来离开我，独毋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就成啦。就是讲伊咧祈祷的时阵，耶稣甲伊想要爱的，伊的想法，甲上帝讲清楚。上帝，你若有无共款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毋通照我的意思。这是咱祈祷一个足好的一个态度。我需要啥？我将我的需要，我的情绪，包括负面的情绪，我拢参像囝共款，老爸来安那来讲。我认为即款的情形，求上帝来帮助我。你若无来帮助我，照着你的慈悲，照着你水的旨意来讲，我嘛愿意降服。这是一个足水的一个祈祷。愿即个祈祷拢成做咱每一个人，咱咧祈祷的时阵，咱学习的一个态度。咱三甲来感谢。主啊，阮感谢你，阮伫年尾的新上学习真济的功课，特别是今仔日，阮也看到年尾对上帝的慈爱，对上帝至大通敬畏，对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有深深的敬拜。主愿你来带领阮，互阮祈祷的时阵，互阮一方面愿意来降服伫你主你的面前。主，阮也愿意我靠上帝慈悲来看你的应验，一项一项来实现伫阮的祈祷的内底。主，阮恳求你帮助阮，用较无你的话语，用对你有搁较深的认捌。伫祈祷中，愿意搁再一遍将家己来献上，互阮用家己的想法
放伫你的面前，摆咧伫你的面前。阮亲像囝儿共款，互阮对老爸的求讨，阮是大方的，阮是无惊吓的，嘛互阮愿意伫你的面前，学习听候你的时间，顺服你的旨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350首，求主施大有。这是咱的奉献，请明显执事甲调防执事来甲咱奉献。
谢。这是咱的儿童主日学5天的生活营的成果发表，咱慢慢来欣赏。兄弟平安哦，真感谢大家带导吼。顶礼拜主日学的生活营已经顺利来结束吼。这边生活营有14个小朋友吼，今仔拢到啊吼。阁有11个青少年，住伫教会5天4暝。这5天呢真趣味吼，有欢喜的笑声，嘛有伤心的目屎吼，嘛有小小的意外，毋过阮有大大的平安吼。有听到迄幼乐吼，幼乐是迄个李道祥长老甲丽秀长老的孙仔吼，伊甲迄个上恩哥哥讲吼，伊安怎讲我有听到，我偷听到。伊讲我明年会来，你在不在吼？在用马你啊吼，所以表示讲大家有先困到阵吼，迄个感情吼真深吼。这边吼是咱教会头一遍伫咧住伫教会的生活营吼，真感谢咱主日学的大家长吼。赖长老的支持甲鼓励吼，伊顶礼拜甲我讲吼，伊讲若什么代志你敲互我吼，无要紧。我听到伊安尼讲吼，我起来真安心吼，敢若食着定心丸共款吼。毋过即个顶礼拜阮拢无敲电话互伊真加菜，表示讲阮拢真平安，都真顺时安尼吼。即边阮生活营的主题是，互囡仔爱祈祷吼。感谢主即5天，每一个囡仔拢有伫正人的面头前开喙祈祷。真非常感动吼！爱祈祷的囡仔，伊一世人拢有平安吼，因为伊拄着困难、伤心的事，伊会知影吼，家己的伤心爱交互主。今仔嘛真欢喜生活营的顾问吼，就是阮即5天教囡仔祈祷的老师王雅贤老师，嘛是伫咱中间做礼拜吼。雅贤老师伫遐，多谢伊即5天的辛苦。煞者，阮有一个成果发表吼，成果发表有3段吼，时间真短。头一段是小朋友要打击乐甲主导文的演唱，感谢小文老师5天的指导吼，伊毋但教因唱歌、打击乐吼，阁有迄个律动吼，下晡伊阁有迄个切菜甲切水果吼，10项全能安尼吼。第2段有一个3分钟的影片吼。第2段有3分钟的影片，感谢神学生吼，蔡坤玉伊的摄影加影片的制作。第3段吼，就是迄个小队服吼，柔柔姐吼，小朋友上喜欢的柔柔姐郑安柔吼，伊家己有一个见证。阮即摆是请兄弟来欣赏。我
牧师、各位兄弟、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上帝借着即摆的生活营，除了互世界更加入目上帝，也是上帝所爱品德，也互世界有较侪机会发现家己的本事。小朋友经过5天，每天1点钟的练习，就展现遐尼丰富搁可爱的赞美。即摆生活营住伫教会，一开始有一块囡仔较歹入眠，互伫咧无电的当工搁要加班，好佳哉！小朋友第2天游玩活跳跳，有满满的快乐来活动甲学习。每天早起有品德课程，下晡本小组，阮就带小朋友思考问题。互伊分享家己的经验，比如讲，是毋是有无诚实、无积极的经验，有啥物方法来改进等等。
拄开始可能是小朋友会歹势，爱慢慢啊一个一个问，到后壁因愈来愈愿意表达想法。其实小朋友拢真巧，有家己的看法。我感觉讲，会当亲像细囝遐尼单纯的分享，嘛是上帝互阮的功课。即摆生活营的主题是，互囡仔爱着祈祷，但是也有毋是基督徒家庭的小朋友来参加。我一开始会丢除，因敢听会入去。阮当工伫生活营正前，着常常祈祷。毋茫讲上帝会当互小朋友有好的看见，会晓祈祷。感谢主，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伫课程中，小朋友真正愿意认真听，拍是啥物是祈祷，嘛照老师的番号，大家斗阵祈祷。甚至有小朋友像咧带大家食饭前的祈祷。阮少年人斗阵食饭的时，也无人遐尼主动。颠倒阮要小朋友学习。生活营最后一天，小朋友甲当工所有的人手牵手祈祷，轮流开喙，为着要去博物馆的活动祈祷，嘛为着祈祷会当真侪生活的一部分来祈祷。感谢上帝使用阮。将圣光的祝福传予小朋友，也互因欢喜收到祈祷即个礼物。最后一项，阮有一个活动，互小朋友写感谢的话，用便利贴搭伫想要感谢的人身上。虽然因写甲真简单，也是讲声笑，互对付哥哥讲，祝你有女朋友。也毋过，透过一张一张的便利贴，我嘛感受到小朋友满满的心意。原来伫因的心内，嘛感谢着阮的付出。以上报告，感谢大家。咱真感谢主日学的老师甲青年少年因5天日甲暝拢伫遮。尤其咱的青少年哦，即时爱甲因拍拼，暗时佫无通困做好吼。咱的四楼遐的设备也毋是讲因拢用睡袋咧困吼，所以因足辛苦的。年龄校长4天5天拢困咧伫遮吼，真正是有够熬。咱看到囡仔伫这祈祷方面的功课有佫较进步，因拢抢要迄个下暗顿的祈祷，因拢抢。家己拢抢讲因要祈祷，拢比咱大汉佫较勇敢，吼！这真正是咱应该学习的所在，吼！这是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条，后主日8月初2，咱要庆祝父亲节，请咱兄弟邀请咱的老爸做伙来参加。迄礼拜有儿童主日学的献诗，教会也要赠送。逐个父亲一份礼物，补发咱母亲节的礼物。第2点，财务组的通知，咱年中要查销，8月16以前，请各团客将咱银行的寄金簿甲孝簿来交到办公室。第3，伫喜宴的中间，请咱兄弟礼拜的时阵，也是会当挂喙安、量体温、保持社交的距离。若无方便来，会使透过网络的直播来看。平安礼的部分，请咱也是用点头来代替握手。若爱餐，伫疫情较降低的时阵，咱会慢慢来开始恢复。第4点，台北中会双联事干部8月17，上午9点半伫马街病院总院的9楼大礼拜堂。有一个2020年庆祝父亲节感恩的礼拜，甲中医的专题讲座。双联团契的会友50块，其他的兄弟姊妹会100块。报名请向丽丽姐甲美姐姐来报名。第5，双联团契的生活营伫8月14甲16，要伫台中的大道教会举行。请咱青年团契会友邀请咱的同学来参加，向嘉泽弟兄来报名。
第六，教会会灵修主记祈祷的进度，主题是黑暗时代施温的手。咱要透过犹太人比列回归转来了后，信仰甲国家重建的圣经节，来思考现代信徒的启发。具体消息，请为着黄昭家即事手术了后的恢复甲复健，以及久长行动无便的兄弟姊妹来代祷。以上。请咱三甲做伙来吟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求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且坐庙道闭会。